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品质。欢迎参加咱一个月一届的迄个台湾文学欣赏会。这届是咱的第8回，要来欣赏萧平治老师的作品，真欢喜吼，邀请到作者本人来，嘛真欢喜，咱有加拿大、美国、澳洲、台湾各地的乡亲拢来参加吼，真欢喜，遮尔闹热。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欣赏会。这个活动本地是台文通信的创办人。有一个 echo 的声，做大声，歹势。来关起来。好。这个本地是迄个台文通信创办人陈良光先生，作家陈瑞先生，甲我吼三个人有一届网络顶开讲，讲的，算讲买手怎决定要办一个较正式的公开活动，招较侪人来斗闹热。佮邀请即个詹文溪电台的台语广播局的朋友来念作品，互大家欣赏。所以真感谢大家热心帮赞即个活动。陈瑞先生有甲咱欣赏会写一段介绍，我伫遮念互大家听。甲世界主流文学比较起来，用台湾话写的台湾文学算是妖真幼稚，历史真短。总是已经看会出伊的特别的优点。这款文学艺术的水准，确实毋是用过去殖民者的语言、日文、中文所会当表现的。台湾文学欣赏，邀请大家来欣赏这个新文学，做伙来讨论、分析新文学的作品，增加对伊的了解，同时期待台湾文学继续活力发展。这段就是咱单位作家伫即个成立即个社团的时阵写，伊本人嘛有伫现场过来咱就讲即个欣赏会景的作品，因为今年是台文通信的30周年，所以配合纪念活动，每一回拢会对早期的台文通信经一寡文章来回顾。台文通信即个刊物是陈良光先生1991年伫美国的洛杉矶创办的。后来编辑的工课，要刷去美国的夏威夷，过来伫加拿大的多伦多，做10几档，才搁为海外搬转去台湾，甲即个网报，应该毋是算搬转去台湾啦，就是讲即个本来就是海外创刊，搬去台湾了，甲网报合刊，即马是由李光桥基金会来负责，算是历史真久长，真有代表性的台语文的刊物。像咱今仔日邀请的即个要介绍的即个萧平治老师，阁有真侪台语文的作家拢捌伫即个刊物发表过。萧老师写的头一篇即个阿爸的落甲风吹，今仔日的欣赏的作品迄阵嘛是有刊伫台文通信第24期。好，安尼咱进就来介绍特别来宾。即回非常的欢喜，邀请到萧平治萧拉二老师来甲大家开讲。萧老师是彰化人，伫国校较早伫国校做老师，佮兼教台语教10几档，捌担任台湾罗马字协会第1届到第3届理事。即马请萧老师来甲大家讲几寡话。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来遮甲大家开讲我想先来介绍我28档台文通信30档啦，我头对28档啦。阿爸落甲风吹迄阵开始安尼经对到即阵安尼，讲起来讲，上回那是对迄个后壁对白的，野乡对白迄类的就对啦。但是我真认真我虽然讲，因为大家对这个运动的方面，我较袂晓啦属于运动这方面的我较袂晓，但是我知影讲我要安怎写，对运动的骹步、运动行的路线安怎行，我会对迄个路线咧行，我是安怎对迄个路线咧行。我伫迄个阿爸落甲风吹发表进前，大概1年外前、2年前我就参加迄个周清玉馆长所办的乡土文化内底有一个台语的课，伫遐才知讲哇，原来台语有咧研究我感觉足稀奇，迄阵我50岁，
伫遐买一本录音报告，等下家己自修。大概我自修1年，台语的声韵我已经掌握袂好势啊，完全拢家己自修的，无当问老伙仔人，大部分拢毋捌，啥物是五音无人捌。我家己自修1冬外，我就才声韵掌握袂好势。结果伫1993年10月的时阵吼，台湾通信第24期吼，刊出阿爸乐甲风吹，为什么会刊这篇？就是伫迄进前，第2位教授倒来台湾做客座教授伫清华大学，阮蒋法官有甲邀请来讲话，教2天的课，台语读写的课。伊迄阵就甲阮启示讲，爱用汉字南罗马字迄种方式来写台语。结果第1天要散课的时阵，伊交代阮讲，恁等于用恁家己的办法写一篇台语的文章。我倒来，落就想，想到阮老爸迄个真趣味的故事，所以倒来到厝，我就开始家己写，就是写用迄阵拢手写稿啦吼，写来了后，家己念就感觉讲，这篇我家己咧，哪写甲遮好听，遮水啊，遮趣味啊。我就想明仔载一定爱发表，所以我较紧来摕迄个透明片吼，就用迄透明片开始甲遐文稿写伫面顶，因为当时也无迄种叫做投影机，有投影灯，所以天光日去我交地教授看，地教授看讲，袂歹，你家己发表，我放伫投影灯内底，我就念一遍互大家听，哇！得到足大个呼声。了后，我嘛也毋知有台湾通信这个代志啦吼。了后，福同老师就教我迄文稿讲，你摕来，我来投稿，我要投稿到位啊。结果就投稿台湾通信，经过毋知偌久吼，就刊出来了后，我就开始认定讲，要写台语文一定爱罗马字。无罗马字，无法度他写出我的心声。这是爱感谢郑教授吼，郑2位教授这种的启示安尼啦吼。郑教授就是迄个郑良哥先生的兄哥，大哥对对，所以肖老师甲这姻缘就深诶。有人认为讲郑教授是我的老师啦，其实毋是啦，我听伊的课听2点钟尔。我听一天尔啦，就是第1天的下晡甲第2天的早时啊呢，听一天的课尔。但是我心内我嘛认为讲我是郑教授的学生，毋知郑教授伊会甲承认嘛？袂我多谢肖老师，肖老师故事足侪，较重要阁有时间，互肖老师继续开讲。下来就是咱介绍了所有来宾了，会迄个欣赏头拄仔讲的这篇吼，陆家分吹这篇真趣味的故事吼。迄个过来，咱的特别来宾有作家吼，台湾作家陈雷先生，请陈雷和大家讲几句话。师你开麦克，我师你麦克无开。我是陈雷吼，我甲台湾通信的因缘吼，甲平地兄差不多啦吼，230档迄个骹头啦吼，两个拢拼甲紧还咧拼吼，欢迎大家少年的来参加吼，多谢大位我较点来开讲，我相信一定做成绩吼，多谢。多谢陈雷先生另外，咱固定的来宾，阁有台湾通信的一寡先辈吼，有台湾通信创办人郑良光先生，精总编辑苏正宪先生、张秀曼女士，是毋是咱先邀请这个良光兄做代表来甲大家讲几句话？大家好，大家早早晚安。而且实在是真欢喜去看到肖老师啦吼。30当前安尼，无意中安尼写这份通信，
互我有机会吼，捌足侪即个前辈，即个好朋友吼，即30年来拢有维持一定的关系，拢诚做好朋友吼。我会记得我嘛捌去彰化迄个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有熟悉即个陈福同老师吼，搁请阿英来作者迄位啥物名？迄个杨崇敏，张聪敏吼，即摆因两个拢已经过身去啊吼。迄个陈瑞兄含迄个肖老师吼，肖老师加我8岁啦，陈瑞兄加我10岁吼。即摆搁落去迄有一寡10几岁吼，迄差不多咱那个比伊加比较40、50岁。所以咱即个台湾通信的大家庭啦，无简单啦吼。大家住虽然住足远吼，但是总是即摆好佳哉有即个社交媒体吼，即个 Facebook 遮足侪种平台吼，所以不时拢足关心大家的即个新的消息吼。今仔日真期待。搁刷落去，甲肖老师来开讲，感谢。多谢梁光兄。咱上尾也是李港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迄个台湾通信网保险主事的总编辑陈宏辉老师，请宏辉老师讲几句话，好无？真欢喜今日有机会就是来参加咱文学欣赏会吼。我敢若毋捌参加过迄款，我袂记食。金华兄迄届你嘛有来啊？顶届哦，因为我拢参加咱迄个读者联谊会嘛吼。今日真欢喜拄好。哈，今日真欢喜啊！伊肖老师拄好即个80岁嘛吼，拄则讲80岁吼。明仔载生日啊！对啊，我知影，明仔载我就想讲要送一个生日鸡两个会图互你啦。生日鸡两个会图，毋是生日鸡两个歹势。想讲迄个咱肖老师真无简单吼，是咱即个上早期的台湾在地作者、资深的作者吼，即个算相对来讲啦，算上侪作品的。莫讲第1名嘛是第2名啦吼，因为咱伫咧即个台湾通信发表以外，落尾咱阁有即个外口游基金会嘛吼，咱中华在地即个外口游基金会有出咱肖老师的即个台湾俗语减酸篇嘛吼，当然最近的即个正话吼，出版社出咱肖垃圾兄的即个家族史即个故事拢真好吼，就是讲咱肖老师是咱台湾通信代表性的即个。主要的作家啦，吼，真欢喜今日会当有这个机会，互肖老师看会当，开讲较即个，尽量甲咱即个30档写作的即个经验，吼，讲互咱少年人知。好，以上感谢。多谢宏辉老师。我知影咱现场其实阁有足侪吼特别来宾甲台语文的先进。上尾交流的开讲的时间吼，请毋免设立，就尽量吼开麦克来甲大家开讲者。好，安尼刷来，咱就先来欣赏作品，搁来差不多吼，肖老师来先做演讲甲对谈的时间，上尾留半点钟左右，互大家做 Q&A， 互大家发表意见交流一下。边咱嘛有即个文字的开讲区，吼，所以随时大家会当伫遐留话、留问题嘛，会使先写在遐，最后咱再搁来讨论。所以即届咱欣赏的作品吼有录音，伫遮爱特别感谢十文溪电台的赖家书赖台长，甲乱十文溪台语广播局的老师，迄个洪淑芬老师，甲咱做声音的演出。因做足侪迄个台语文的作品改编做广播剧，有得到文化部的补助，阁有迄个金钟奖的肯定，所以因节目是做了真好，网络顶嘛有当听。最近因有一个新节目当开播，所以我即摆来准备档案，即个时间准备的时间，请看是毋是迄个赖台长来甲咱讲几句话。好，感谢哈，各位咱线顶的遮个台语的先辈，大家好哈。先祝福咱肖老师生日快乐。真感谢有这个机会，无去任何阮这个专门去电台有机会为大家来做录音的服务。我甲咱介绍一下，阮今年哈得到文化部影视还有流行音乐产业局来补助，
这个新的节目就是阮的暖暖专门听这个节目。今年阮的主题就是制作78转的音乐广播剧。78转就是日本时代1930年代台语流行歌，迄当时拢是78转的曲盘，也包括咱的望春风、雨夜花、月夜愁，这个歌拢是1930年代。但是迄个年代不只是这个歌，迄个年代总共差不多500首的台语流行歌，差不多拢失传去啊。所以阮即届总共捡36首的台语流行歌哈。即内底除了讲，大家可能较熟悉4月望雨这个歌以外吼，阮阁有差不多2/3的歌，可能是真侪人毋捌听过的歌，拢是失传的歌。阮特别邀请一寡遮个台语的作家，包括阮的洪秀文校长、夏玉华老师拢参加编剧哈。阮有邀请5-6位即个台语伫咧写作的即个作家吼来帮忙编剧，所以阮即36出的故事拢是家己编，并且是用台语来发音。也更较特别的，就是讲，阮即届即个配音员内底，阮有10几岁囡仔嘛，有到60-70岁吼，即个阿妈级的吼，阿公级的。而且今年真感谢咱即个声台蔡美惠老师，蔡美惠老师应该要上过咱的即个线上吼，伊有甲阮推荐几个即个成功大学的学生囡仔，所以今年有5位成功大学学生囡仔拢20几岁啊。因的台语虽然毋是讲真认真吼，话抑个小可一寡音爱调，但是因非常认真来参与阮的即个录音，所以阮即届即个广播剧足侪拢是这样学生囡仔来录的吼。也所以今年阮的即个广播剧就是安尼。阮的即个节目播出以后1个月后，阮的节目拢会上 YouTube， 还佫有迄个 Podcast， 所以是到各位若阮播出的时间吼是礼拜四早起10点，还佫暗时9点的频道。若是即2段时间无落听，会当伫咧1个月后听 YouTube， 就是讲听即个 Podcast。阮会将即个剧本，阮剧本的毛请老师甲迄个教稿编做迄个台语稿。会当互一寡有想要对即个台语文有兴趣要来学的吼，尤其是少年家，希望会当透过即个节目来学一寡台语，也是讲台语文安尼哈。以上我就做安尼报告，谢谢。多谢罗台长吼，大家会当去甲因支持一下，安尼刷来就来放即个录音，吼，听即个电台老师洪老师诶迄个朗读。第一篇是即个阿爸诶六角魂吹。歹势，是歹势吼，安尼有声无？有啊，声无朗读的声，无朗读的声是吧？朗读的声。我搁开一解好啊，无。阿爸的六角风吹，有声无哈？有声阿爸有但是一支六角做的风吹，迄是阿兄住伫阿里山林场，在做植栽工仔的时阵，伫山内捡到一支落啊落落来的角所做的风吹。阿爸足爱迄支风吹，不时嘛炸条条，一来会当剥粉，真好热，阁真好剥。二来嘛会当甲别人点，讲这是阮后生为阿里山野转来的。一时我徛伫边仔听着，我就知影阿爸又搁在点因囝，真正有效啊！六角风吹呢，六角角做的，恁敢有？拢已经过30多年啊，但是到当。每一摆看到落仔的角，就想起阿爸举的迄支风吹。会记得有一天，大概是下晡3-4点的时阵，阿爸要剥粉，找无伊的风吹，到底是探见到倒位去呢？厝内底四界找透透，拢总找无，下落奇了。敢会囥伫牛道福啊因兜？你去福啊因遐找看觅咧，看有囥伫因桌顶无？随时2步当做1步走，
一目呢走到福的因兜，阮阿爸的薰吹有囥伫遮无？找看卖咧，真仔即讲拄则有来过，无的确囥伫灶头遐。无咧，若无，搁找看有伫间仔遐无？嘛无，安尼我都毋知影。找甲规身躯干，拢找无，只好走转去。阿爸找无啦，遐尼病，干那一支薰吹都找无，搁去老大师仔因店找看卖咧。我拄则有去遐坐一时啊，无定着落伫遐，搁找规半晡，犹是找无，惊人骂。走偏紧呢，大粒汗、细粒汗一直流，拼死走转去阿爸的面头前，阿爸嘛是找无呢，迄就奇了。阿爸一边急一边用手哭哭比，哪会找无？这爸兄哥落的目睭金，阿叔，你手举的迄支是啥？哎！哟，举伫手里讲找规步，这时阵大家拢笑甲叽叽叫，阿爸嘛一面笑一面点番仔火，大大喙漱一下，烟对鼻孔冒出来，真正爽快。这时我的心内嘛感觉真欢喜，头拄仔遐的艰苦甲骹酸，就安尼袂记得啦。作者简介：中华田中国小老师，中华县台语师资培训班肖冰智。念了真好，这篇嘛真正出名。这是迄个肖老师的第一篇的迄个散文吼，写了真正足出名。这篇后来听讲有迄个收去迄个教育部的迄个朗读比赛用的文章，搁有迄个后来台湾文学馆有做一个展览嘛，有收入去因的迄个展览内底使用。这是迄个肖老师的第一篇。头前吼，咱有看到即个是肖老师提供的手稿，迄阵咧写的时阵拢是用手写。即份手稿吼，因为即马30周年的特刊，要做一本特刊。有的朋友可能已经知啊，即个特刊吼内底会收录陈瑞老师啦、肖冰智老师等等的作家的手稿，搁有一寡迄阵的文物的算讲相片啦，所以算讲有真有纪念的价值，请大家来支持。确定若搁有时间吼，看是毋是迄个下米，也是讲制定来甲大家介绍迄个募资的即个计划，甲即本特刊吼。煞来，咱来欣赏即个第二篇，这嘛是肖老师算讲真好的作品，伊有写作者即款的俗语，叫做俗语兼生甜，大家来欣赏看卖，拢是讲一寡台湾的俗语，写做现代的即个散文的形式。俗语兼酸甜6签之一。一，好歹果就会甜，好歹查某就会生。果就是年节拜神普渡的敬果食物，用糯米做的果有甜果、红菇果、包仔果、发果，会用得来敬神明。另外，有蓝刺壳的乌草菇，甲新娘头转去的带路果新娘桃，桃佚佗的意思。用红内米也是在内米做的，有菜头粿、碗粿、芋粿、芋花粿。这个果品平常时就会当找来做点心食佚佗。有一拍念谣安尼念：甜果缀年，发果发钱，包仔果包金，菜头粿食点心。甜果、红菇果、包仔果、发果，
既然是用来敬神，自然爱参糖，互神明食互甜甜，嘛才会保庇咱平安大趁钱。若是果皮有甜，其他果仔有料无料，包甜掺咸就无啥要紧。好歹果就会甜，若无甜，对神明是无礼貌。传宗接代、香烟的继承，本正就是人生的目的甲期待。人生的意义就是生命延续，生命要生看，当然就靠男女婚姻的结合。娶某要创啥？生囝算第一要紧。古早的人娶某娶新妇，相亲看查某囡仔，有水无水放一边，先看尻川皮大无大较要紧。大尻川皮查某较后生，有影无影，无研究过，毋敢黑白讲。总是好歹查某就会生。这句话影响着古早人选新妇的一个标准，嘛是有道理。当然，时代无同，婚姻的观念嘛一直在改变。娶某生囝，查某人会生袂生，已经毋是遐尼重要。二，食肥走散。这一两天是大好日，昨昏阿舅嫁查某囝，陪表小妹出嫁，连续食2顿青草。今仔日同事小主任娶新妇，请中昼，家己亲同，无互伊请，敢会使节？因按望求会要聚餐，讨论会务，无出席。嘛讲袂得过，讲到这，就真破额，实在有影。酒道中，毋是鱼就是肉，海鲜咸鹅鸭，鲍鱼切片，风雷目汁，还有羊肉炉、清炖鲈鱼汤。逐项看，逐项嘛介意。来，毋免细字。一册一册咬落喙孔落去，巴咚咚讲好啊！毋过一双滴犹原无放哩，啉一喙补一喙，一边甲人话选举。这款大啉大食实在不应该，对咱的身体真败害。2天连续3、4顿，煞来引起脑屎吐，半暝找医生，讲你食糊涂，食肥走散无要紧，啥物肉、啥物海产，迄内底有偌济胆固醇，你敢知？你已经食济货，人搁食大箍，你敢毋惊血压压悬？心肌阻塞，好佳哉！诊断结果，食了伤济，消化不良，休困2、3天啊，精神就搁再来。食肥走散无较绝，医生啊，后摆才卖。这个系列拢真趣味啦，因为后来嘛是写足济吼，变做记本册，大家会当去做看卖，内底内容拢有足济迄个台湾的即款俗语，嘿，而且毋若干讲即个俗语，其实我感觉上特别的，就是讲肖老师拢有甲写做一篇故事，现代即个散文的形式，故事拢真趣味，嘿，过来肖老师阁有写作吼创作。无共款的，就是互学生的教材有足济迄个囡仔歌，其实阁有足济迄个短篇的寓言故事。即马听讲咧准备要出咧准备要出版啦，嘿，咱就来听看卖，较早有刊伫台湾通信啦，内底嘛有足济迄个肖老师创作的囡仔歌，
嘿，其实即马吼有网络顶迄个有 YouTube 的影片吼，拢找着，所以大家若有需要，拢会使去即个频道听看卖。嘿，咱来听即两条，一个是放风吹，嘿。放风吹，放风吹，放风吹，来去外口面，放起去，放起去，飞去天顶去，真欢喜，真欢喜，煞煞动去，飞起去，飞起去，飞甲无看见。真趣味，真趣味，风吹，互风吹去。若有想要对咧唱的，人嘛会使吼，对咧唱。放风吹，放风吹，来去我口面，放起你，放起你，飞去天顶去，真趣味，真欢喜，做啊煞转去，飞起你，飞起你，飞到无看见，真趣味，真趣味，风吹，互风吹去，放风吹，放风吹，来去我口面。放起你，放起你，飞去天顶去，真趣味，真欢喜，做啊煞转去，飞起你，飞起你，飞到无看见，真趣味，真趣味，风吹，互风吹去。嘿，后壁吼，伊即个频道我看这 YouTube 伊。最后拢有迄个无人唱的，就是卡拉 OK 的版本啦。所以你若要互放互囡仔听，互因对咧唱吼，后壁伊拢有附一段即个干那音乐的部分。我听讲即位苏建宏先生，就是配角的即个叫台湾阿红呀。今仔日嘛有来来现场迄款。毋是台湾阿红，配角毋是这 YouTube 是台湾阿红做的。哦，即个 YouTube， 对。好，过来，搁有一条即个仙仔涩涩，吼，用这个涩涩的声来代表这个仙仔的声，嘛是真特别。大家来听看卖。仙仔涩涩，涩涩涩涩，涩涩涩涩涩，仙仔飞出来啦，涩涩涩涩。涩涩涩涩，热天已经到啊！涩涩涩涩，涩涩涩涩，天气真正炎热。涩涩涩涩，涩涩涩涩，仙仔欢喜唱歌。是啊，大家今仔日欣赏的作品，先到这刷来就是咱邀请这个萧冰滴老师甲大家开讲。萧老师有先写一个摘要，我嘛有放伫这个寄互大家资料内底。
安尼咱刷来就请肖老师。好，刷落啊，我来讲这个俗语兼生篇。下写这本俗语兼下写这俗语兼生篇，主要是李永昌教授甲我鼓励。苏当时李永昌教授伫清华大学，伊就开一个台湾俗语兼生篇的单，伊开始写，我看，迄阵我就会晓上网去看，看感觉真趣味，我就甲伊对谈。因为迄阵我甲李永昌教授拢是这个台语网，台语网内底的成员，我就甲伊讨论，讨论伊足欢喜，就到对谈。对谈了后，绝招我就写啦。我袂晓咯，我哪有可能我有在写这个物件？讲无要紧，你做你写，我出题目互你写。都一开始说，就我写，无想到讲第一篇写了，我寄去email去互伊了后，天光日伫伊个网站内底出现。我感觉我哪只是奇啊呢？伊佫加背书安尼，就安尼我就开始对着写。到尾伊讲。咱来讲剧本，一字你写，一字我写呢。我讲好啊，无来写看法咧。伊写50忝了后，我甲讲伊足无用诶，规大段放互我写。结果我250工写250忝，逐日就咧想要安怎写迄个俗语兼生篇。到尾才组织遐250忝去参加。我有一个同学，大学校长伊甲我鼓励去参加，结果得到佳作，摕到奖金5万块。我甲我学校老师讲，大家目睭炸大蕊。5万，头先我讲我得到佳作，因无感觉啥物稀奇啦。我讲奖金5万块呢，互我大家目睭大大蕊。所以安尼我就继续就写呢，继续写，结果我拢总写600忝的款片。内底其中第2册内底有50忝是李教授的，就是我爱交本写李教授甲我看教安尼。第3项最近想要出的啦要伫前位遐拄咧排版啦就是座谈人博物馆就是写庄卡人座谈人的牛犁背，甲家庭的。灶骹啦、镜仔啦、房间所有的器具即类的，我收集袂到的相片，我就开始写。内底文大概10外万字啦，相片可能超过1000张啦。所以排版可能有影较麻烦安尼这主要就是我伫网络来发表去互台南大学的张学谦教授。看到，伊甲我鼓励讲，你继续写，我伫阮学校来开一个专栏，互你看安尼。了后我再撞到洪家英教授，伊讲你的物件我逐工拢咧，我时常拢咧甲你看，你写遐物件我足介意的。到尾伊鼓励我写，我规气种有计划落去写安尼才写这本出来呢。请大家期待。第3就是这个，可能明年会出版的《垃圾语言》，我已经写230忝，内底的角色拢是台湾的动物、食物，台湾的人，大部分是拢动物较济啦，动物甲食物就较济啦，拢是台湾的物件，内底下对话安尼甲内底意思。当作语言尾加一个批评的语言伫迄底呢。这写了感觉真趣味目前有伫迄个金安海岸杂志有刊出来。林水流长老的网站嘛有刊，搁在台湾的这个民报的台语世界嘛有刊。这主要我爱感谢这个李庆华教授，因为伊看我答出了后，伊就甲我讨讲，你这爱互我刊啊呢，我嘛得到鼓舞，所以我就将继续一直写，头壳一直
激头脑吼去找一寡问题安尼吼，来写。目前大概写到230页，过来但差不多结无啊啦。哦，这感谢迄个李庆华教授的鼓励啦吼。过来第5点吼，我要讲的就是讲，我自开始下晡6点分吹投稿了后，我搁再写2、3篇的文稿、手写稿，结果投稿无头，拢无回批。了后，陈瑞兄甲梁光兄来转来台湾，有来阮彰化读册会甲阮指导。伫遐中间，我甲迄个陈梁光兄甲怨叹啦。我讲自然就我第一篇甲刊出来，我来我写2、3篇，我感觉我写袂歹，哪拢无刊啦，我若无收着啊，写过啊，所以陈梁光就鼓励我讲。你下摆这三篇哦，你毋知影，我即阵是校长兼讲情啊呢。这3篇我甲你负责啦，我甲你拍做电子稿安尼啦。过来无啊哦，过来你啊家己用电子哦，到尾我就听安尼话，我就开始学电脑。我对倒数上尾期开始学起，了后1995年就有迄个。这个Windows 吼，搁在苏志明先生吼开发这个哈特西斯输入法，我迄就开始用啊。所以这点吼，电脑写作的部分，除了我家己认真学电脑以外吼，台语输入法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感谢迄苏志明先生、林志了张老即摆皮美的吼，还有一个格格吼，加一个吼对这个方面的贡献。我相信足大的，嘛因为我爱杂，所以我爱学这物件。可惜我英语嘛袂晓，英语迄师范体系英语足老的啦。我佫家己无认真，所以讲起来我学这个输入法吼，嘛学到讲起来讲真艰苦啦。但是我真有趣味，所以我突破足侪物件。嘛因为杂，所以。这个输入法内底，我进前学的技术内底，我那就嘛有贡献400数的款啦。迄阵咧鼓励讲做做内底思考无嘛，我就问讲要安怎做，我会记得我有贡献超400签的款啦。了后吼，林志良张老开发的物件，咱会送互我先试验，像即摆迄个信用爱输入法吼，嘛拢叫互我先。试验看觅啦，我试验的中间，我拢甲提供意见，因为我较闲啦，我教授拢真无闲啦吼。虽然因真厉害无毋对，但是我真含慢，但是我足认真的，所以我用着，我就用迄个外行人咧用电脑的方式吼，来建议讲你这吼爱安怎做，结果拢得到因的肯定安尼吼。这项吼，我是讲我家己嘛本身嘛算。有够认真就对啦。好来，过来就是我会去写这台语的作品吼，因为讲受影响上大，当然是台文通信了后的台文网报，甲即摆的台文通信网报，这内底文章早期我看上济是陈瑞兄的作品，甲。陈明义的作品，我看上济。迄阵吼，每个月拢期待这个12关到手安尼，若到手我就足认真的。过来吼，就是我咧上课时阵，我嘛足认真，甲我大学员吼写出来作品吼，我拢看讲袂歹，我就拢甲修改。所以这嘛对我来讲吼，嘛算真有帮助。修改无通顺的文章，修改毋对的文字。这就是对家己一种精进的方式。结果我早期我做足济，大概我教过学生吼，我拢收集一寡迄个。所以吼，这28年来吼，我是足认真咧学白话字啦，嘛教人读这个台语读写我所写的物件。
重要是生活台语，生活台语。所以若要看我的作品，一定爱用生活台语这个角度入去欣赏，用生活台语来肯定我写的文章，唔好用文学的角度。你若用文学的角度内底有一寡，有的人可能会感觉讲啊，这普通话水准尔，吼。但你若用生活台语，我内底资料，会你讲，伫阮田中这边面的口音，会非常重要。所以伫我伫迄阵，甲郑良伟教授有咧来往的。有咧记接的时阵吼，伊甲我所有的电子档案，拢寄过互伊，然后伊用伊的迄个叫做长词的机器吼，长词，我会记哩伊长词内底找出来，伊内底无的词库，大概将近超100笔，1万笔，所以这个信望的输入法。发表的时阵，有甲这个词库来源，陈柏中教授，佫有加一个萧平志老师，可能原因就是伫遮，内底遐20多万笔的词内底，我超了占超了有1万词，是我的作品内底两位教授拣出来的物件，哦，这嘛是一项的贡献就对啦吼。我就讲到这呢为止吼，多谢大家。嘿，多谢肖老师。嘿，咱刷来时间看迄落，咱是毋是先看迄落单位遐，还是讲台湾通信的编辑啊、朋友啊，有啥物要回应的？最后迄落半点钟的时间开放，互所有的人来开讲。嘿，单位你请开你的麦克。好，好啦，我先讲一句啦吼，平地兄生日欢喜吼，这个你有讲到讲你写第一篇这个迄个陆家荟萃吼，你家己读了煞感觉讲哦，我哪会写甲遮好安尼吼？家己肯定家己着。我想吼，这毋是家己学啦，吼，这真侪人拢有这款经验，就是讲吼，你常常写中文常常写做台湾话出来，你家己的口语出来吼，迄个关系啦，吼，就是讲迄个母语的关系啦，我是感觉安尼，吼，这是一点，吼。第二点吼，关于这个儒家荟萃吼，陆家荟萃吼，当然是散文吼，但是吼，会使讲是咱台语的经典的散文。虽然是你第一篇的散文，但是吼，迄是我感觉真经典、真标准、真会当做样的散文，吼，这毋是我假学的啦，吼。但是，因为我第一摆看你这篇了，我想到散文，我就想到你这篇，到当拢会安尼，吼，这是经典的散文，吼，这个原因哪会安尼？我真也无讲真完全了解，吼，暂时毋免分析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这是我足诚意要甲你讲的，吼。多谢。第三点，我要甲你请教就是讲，你有上过梁伟教授的2点钟的课，吼？一天，一天的课，吼。你真成功的学生啦，吼。我是要知影讲，梁伟教授吼，做老师、做语言学的，伫教你学台文诶，迄个小可经过，你印象会当分享互咱逐个听无吼？因为梁伟教授伫台语界做真侪代志，真侪代志，但是足少人了解，吼。
我是想讲，你有即个真难得的经验吼，会当讲来逐个分来听看，不管是伊人吼，伊做人的风度、教学的方法啥物，你的印象就对啦。吼，即点确定啊，有时间则请平弟兄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啊，抑搁一点你讲的生活台语吼，我感觉即个概念非常好。吼，尤其是即摆咱咧推测即个台语生活化吼，你即个生活台语即个概念真好啦。吼，就是讲咱来讲着台语，毋是写文章啦，吼，是写文章以外，当然写文章是写文章以外吼，啊，甲即个生活，若会当连做伙是搁较完整。吼，比如讲你的作品内面，遮尔侪款，吼，俗语、囡仔歌，吼，啊，你嘛要写学台文的物件，吼，啊，语言，吼，啊，迄个做事人的工具，种种吼，非常多元化，啊，佫写到足水气吼，所以我感觉你做即个生活台语的即个拍头阵的工作吼，是足有意义，吼，非常足有意义，吼，好，多谢边弟兄，多谢陈瑞老师。偏起迄个单位老师头我敢是伊有一个问题要肖老师嘿，肖老师你敢要先讲一下？哦，迄苏东时吼，蒋法官周清玉做馆长了后吼，有办一寡乡土研习啦，啊，我是伫乡土研习才了解台语有咧着学，台语文着学就对啦吼。啊，经过年外，我就用补习内底辅音吼，就是英文我已经识啊。啊，迄阵啊像周清玉有要派4个老师吼，国校的老师去清华大学旁听啦，听伊台语读写的课。啊，当时有人来邀请我来叫我去啦。我迄阵因为囡仔拢伫外口读册，啊，厝里甲翁仔某2个一厝，我毋敢去啦。啊，尾仔才知影讲当时啊一礼拜1工尔啦，啊，所以我无去啦。无去的中间吼，我有拜托一位老师吼，讲啊你若去吼，你会记得甲买一本伊的教材安尼啦。啊，伊就摕迄本福建话吼，福建话迄个教材转来，啊，我就家己自修，就看，啊，愈看愈趣味啦。吼，啊，看了后，大概过当年伊来讲话，来嘛是讲台语读写这个观念安尼啦。我是接受迄个观念尔，啊，甲爱用罗马字，所以我开始就认真去学安尼。这是我对遐吸收到的一个重要观念。啊，当然尾啊吼，嘛也有一寡接触啦吼，有叫阮讲去做一寡台语的事工吼，但是结果到尾啊拢做无成啦。啊了后伊甲介绍去迄个教育部吼，伊倒来到尾做教育部主委嘛，教育部迄个国体会主委嘛吼，啊邀请我去加入迄27个教授吼，27个教授内底插一个吼国校的老师，哦，这嘛算真特别啦，真可惜吼，伫迄年中间无啥物贡献啦，因为迄阵啊就SARS的时阵啦吼，啊个才去开3摆会，啊3摆会拢无讨论，拢无结果安尼啦，这是我感觉有小遗憾的所在哈。多谢单位啊，多谢肖老师。我头拄有看到大家有摕一本册出来呢，迄本是啥？敢会使介绍一下？这本就是头拄仔伊讲第2位讲的教材啊。其实阮 Toronto 的迄个台文班，我嘛是用这本做教材。这本是我的教科书啊，我内底吼安尼真正读出这遍。洪丁老师嘛一本，洪丁老师你敢要介绍一下？
哦，我会使念一下伊的出版资料。这本我看卖，本是这个台湾的学生资局发行的，伊的出版这真早呢，有迄个汤廷池汤丁伫迄个1976年写伫台北写的书，所以伊的出版时间我看卖，伊是这个1977年8月初版。我手头这本是1992年9月初版，第5届有刷，所以这是台湾学生客局，这是迄个郑良伟甲郑谢淑娟编著的，这个郑谢淑娟是良伟老师的感谢。夫人的太太。因为这本真重要，太像90年代吼，我看听真侪朋友讲，其实真侪朋友迄个拢是受这个郑教授的影响因为伊伫台湾拄好转来台湾有开这个台语课，所以讲有拄好迄时阵台湾咧开始要上母语教育，所以有真侪人受郑良伟教授的影响真大。小老师啊，这本哦，这种资料应该拢出版啦，所以有这种人拢。当然拢有这本。大概拢有这本。这个就是真欢喜啊吼！我就想讲就是讲，我感觉萧老师伊这个虽然是生活台语吼，但是伊把握着一个台语的本质。你不管是要写台语文学、台语文、台语什么物件，你诶台语爱真流利，真就是台语啦。萧老师的台语真好。早前我啦，常常拄着台语毋知影，我拢敲电话问伊讲，萧老师这要安怎讲？我印象中，萧老师即摆耳仔若像较动听，对无？袂。袂晓，有一段时间若像较动听吼。袂，耳仔足好咧。耳仔足好目睭是目睭。目睭太迄落啦吼，想袂到即个安尼时间嘛足紧诶，已经要明仔载就8十啊了。张老师是阮台中教育大学，就是以早的台中师范学校吼，台中师范中师的即个校友，真杰出的校友。迄个萧老师因为伊伫国小教真久的时间，所以我想伊的作品、伊的物件吼，会较口语化、会较清楚、较简单理解的原因，应该是伊久长拢甲囡仔斗阵，所以伊会想要。伊定定咧叮当伊的头脑，就是我要安怎甲大人的话讲，互迄个囡仔嘛听有。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就是讲伊的物件好理解。过来虽然是好理解，毋过萧老师吼，伊讲的话的台语真正是有较侪我袂晓。另外就是我感觉萧老师有一个伊真写了真好的所在，就是迄个写语言、写动物即种的。可能结合伊即个伫庄脚甲迄个伫国小教学即种相关教囡仔的即个经验吼，我感觉伊即个写甲动物有关的即种台湾的意识语言吼，台湾语言吼，写了真赞而且吼即个故事的铺排佫嘛袂真长，真适合做即个台语的教材甲迄个，其实我感觉会当吼做系列的即种囡仔，比如讲来做囡仔的绘本。来甲伊变做讲囡仔的绘本迄个专业的即个佫延伸啦吼，我感觉最近常常看萧老师伫你的 Facebook 发表你的哪里语言，我感觉这真赞。其实我以前嘛有捌甲萧老师讲过，就是讲我感觉萧老师这方面的即个语言故事写了真好，所以希望伊继续写。真看到伊一直写，我感觉真正足欢喜的。好，先讲到这，多谢。多谢洪丁老师。我头拄有看到即个瑞士阿娟有举手，敢会使请阿娟来讲？好啊，先我讲一个，好，萧老师回应好。我等一个袂记。你讲吼，我因为伫学校教册，所以才会捌遮侪物件。电脑表，因为伫学校教册拢北京语的。所以我要转这个是足恶转的。我到43当退休，拢甲囡仔拢讲大部分拢是种北京语的，所以这是影响我台语的思考。我会写这的物件，主要是我定心思考，主要是我囡仔是我做庄脚，我庄脚做传人的囝。虽然讲
查我未做查，但是查的工课我有看真济。哦，迄阵我囡仔时代，读册袂含慢，但是足爱算诶，足爱算诶。因为了后我读语言班，拢无迄升学诶压力，工拢咧算，但是考试我拢第一名，第二名。哦，我阁足爱做点仔听，阮对面一间点仔，庄卡点仔，我是足爱用诶时阵，我就去点仔遐坐，伫遐听大人咧开讲。对啊，新闻书，这是我捌的所在。搁再当然是我的年龄啦，吼，我的年龄，受迄个华语，虽然讲其有影响唔着，但是我台语，我要扣倒转来，比较上会足紧的。过来，我就是足爱共问的。我咧写这物件的时阵，我唔是去咧问老师。唔是去咧问博士，唔是，我拢去问庄卡人，我拢去咧去问遐生理人，我拢这是啥物件？就问，有当时讲老师你问是要创啥？我讲就问趣味，我就更加问啊。哦，这是我人讲讲起来，较早康主讲不耻下问啦。哦，我是有这种个性啊咧吼。哦，这我大方这个，哦，多谢。多谢肖老师。头拄迄个阿关，你是毋是有问题要问？老师你好，我是老台语瑞士台语社阿关，就是老师的册《台湾俗语酸甘甜》第1本甲第3本，我拢一直买无，请问会当去佗买？这无咧买，无咧买，因为这是迄基金会甲我出的啦。基金会看到我文章，互伊感动着啦。伊真友好因老母啦。基金会董事长足友好因老母的啦，成立一个基金会啦，就是要出版一寡吼，甲台湾文化有关联的啦。我去甲讨册了后，伊讲你若趣味济啦，我就咧讲互伊听。结果来我遮，我念我写的台语吼，念2-3篇互伊听尔。讲我你写偌济，我就写偌济。讲我甲你出，结果伊就去无看伊，甲少年线甲出3本啊。所以迄种整上品啦，拢无咧卖，拢无咧卖啦。第4本的第4本的有啊，第4本的就是尾啊，这个简委有出啦吼。可能伫网络内底会看吧，哪样啦？头拄啊，洪丁老师有甲迄个有搭一个连接过来，即个就是，请讲。我请问啊，不要讲，请讲。因为阮见老师肖老师，你可能家己也应该嘛也会记的。阮见老师有一个白话字台语文的网站，伊内面有甲肖老师即个台湾俗语兼算甜真2、3这3本吼，总共因为价钱是550条，550签。拢有数位化，而且介好用，介好找，所以我咧教即个俗语啊、民间文学拢会请，因为而且你是阮的校长嘛，肖老师是阮台中教育大学校长，所以我拢会请学生去线顶啊去读，甚至就是讲去读迄个线顶的文章俗语即个，所以有真2、3吼，虽然册要买可能困难，毋过全部拢已经有数位化，这补充。洪慧老师嘛有讲，洪慧老师，你敢要补充一下？要安怎讨这2本？因为迄当阵，肖老师拄印出即个台湾俗语兼算甜的时阵吼，肖老师是有寄一批互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啦。所以就是假使有需要纸本的，即马嘛是敢若剩第2册甲第3册尔。第1册是真正无啊，毋过可能网络有二手的啦吼，互大家参考。洪慧老师，我需要，因为我目睭无好，袂当看网络的。安尼我是毋是？你则个咱甲迄个赖也是其他方式个联络者吼。
看中公兄举手哦。梁公兄请讲。拄则迄个肖老师吼，有咧讲即个去含单位遐去中华拜访读者联谊会吼，厉害咧埋怨讲迄个个无收着，拢无甲牵吼。我感觉这是好代志诶，因为安尼煞怎改用即个台语电脑落去写吼。因为我回想着讲吼，我实在是足含慢写作诶人啦吼。嘛，因为字足歹所以足无爱写作。毋过吼，接触着学着台语电脑了吼，煞变足爱写吼。所以我是安尼甲你second吼，甲你举手赞成讲，哇，实在是学即个台语电脑吼，实在是对台语文诶写作足绝对诶帮助啦吼。所以最近即摆一寡少年因拢要用迄个宝宝母落去咧写汉字吼，讲迄写出来迄敢是台文吼？我头壳一直有一个疑问啦，伊用宝宝母敢会当用台语落去思考？所以我是一直一个疑问啦。第二点吼，你讲着讲迄个词库内面有落去断词吼，捡着10000字吼，10000个词。这实在是足尔无简单啦吼。这我感觉讲，这嘛是咧咱咧编书典的时候，爱个不时落去做啦吼。比如讲，即摆有足侪新词吼，即个科技的即个词吼，改成这嘛无一个国家的单位，还是讲是有啥物款的特别的单位咧做吼。所以咱也会当讲有较大量的即个文章吼，有人咧写，最主要是爱有人咧写，收集即个词库入来，即个毋是词库啦，即个 corpus， 就是即个安怎讲，有即个文章入来，落去甲传吼，安尼咱的即个台语的词库吼，会阁愈来愈发展啦吼。而且我感觉用台语电脑来处理即个台文普及化、标准化吼，迄是足有效啦吼。嘛是讲可能是上好的一种的方法啦，因为咱即摆伫遐咧正讲，这迄字要咱写要用啥物款系统，到尾是电脑迄是输出的问题尔嘛吼。咱若是用输入，咱拢是用台语音落去输入吼。到尾输出的时阵，你就是家己选出讲，我要输出啥物款迄个文字符号，迄个较简单解决啦。所以我是感觉讲用台语电脑会当帮助咱迄个台文的即个普及化吼，甲标准化啦吼。第三，我是感觉讲台湾的即个师范系统的教育吼，实在是培养足侪人才啦吼。我毋知迄个制度敢是按日本时代就留落来制度吼，因为梁伟嘛是读台南师范出身的，迄当时就是一寡家境较歹的家庭吼，因为师范拢去读师范，毋免学费，佫会当领钱啦吼，出来佫会当马上做老师，所以阵啊足侪是读迄个成绩足好的囡仔吼，因为家境无好，走去读师范啦吼。来个另外一点，我是感觉讲，其实是教授啦吼，教授因遮诶即个对知识分子吼，对即个本土文化的贡献吼，嘛无一定会讲比基层的佫较大啦吼。所以是，我感觉肖老师伊遮个，我有读你网络顶头遐。你咧写遐个词吼，我错足侪字拢毋捌啦吼。应该是你的生活经验吼，应该是比我佫加足尔丰富啦。因为一个人的知识会当甲伊的即个背景吼，会当按伊所捌的即个 vocabulary 吼，即个语词吼，来看出来啦吼。祝你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多谢梁光兄。好，安尼咱刷来时间看现场，敢阁有啥物朋友？哦，有人举手啊！迄个洪丁老师，请讲。好，就是讲，其实肖老师啊，佫有一件我定定会甲学生分享的，不管是学校的，还是外口的学台语的一寡朋友啦吼，就是讲，我印象中肖老师是1990年代甲李兴昌老师两个迄时阵才开始学台语，两个拢算是我的老师辈，哦。所以等下我想要请肖老师，肖老师我想问你吼，甲你访问啊，请问肖老师你是几岁开始学即个电脑？就是真正正式学电脑，你应该是为着做台语才专心学电脑对吧？对。你迄时你几岁？你敢会记诶？1994年。1994，所以上尾期，第两位教授摕 TW301。TW301，我嘛有，我一开始学嘛是用 TW301。啊，你敢会记迄时你几岁？迄当阵1994，所以你是几岁？我就1993岁嘛。53岁哦，比我较老呢。我70岁。所以当然就是讲，而且像李教授，因为李教授迄时阵就甲你同齐，你两个拢有做网站嘛，古早迄种网站。你教授做诶。你介前是有一个监，你是毋是有做监生编？是较尾啊。后壁李兴昌老师是做台湾文学诶迄个研究室嘛。对。李老师我是学生，我知吼，伊上课吼拢爱摕迄汉镜照看册。我去因兜找伊吼，因为因太太伊的看手是我的学术论文的指导教授，我去因兜找老师。就看着李教授吼，伊生伫电脑头前，伊个字吼，一个荧幕放大无几字，因为伊自细汉吼，就目睭就迄个弱视，所以讲伊拢是安尼。所以我迄时感觉讲肖老师甲迄个李教授吼，因为我迄时才20通岁，互我真大启示就是讲，包括我家己的台语老师施变华老师吼，就是讲我一寡台语前辈，因拢加一轮以上。毋过因迄个时阵才50外岁才开始学电脑，甚至搁做网站吼，家己写台语文用电脑写，足骨力足拍拼。咱少年人有啥物好讲的？即摆我有拄着一寡朋友，伊也甲我讲我老啊，我年纪有啊，讲啥物伊无法度学电脑啊，啥物只科技。我心内想讲我只要摕肖老师甲李兴昌老师甲伊吐，伊就无话讲嘛。是讲毋是甲吐啦，甲鼓励啦，甲鼓励。即个像即摆肖老师吼，你看要80万，嘛是还佫足骨力伫 Facebook 观顶安尼足认真咧写。所以我讲的就是讲，咱若咧讨论讲，要使用啥物文字啦，台语要安怎写？其实上重要是你到底有写。你写的物件有写出来，写的是好的物件。肖老师真正你的物件吼真赞。所以讲你即个物件就一直伫遐。你若无写，一感觉毋甘咧讲应该安怎写，甲学到家己外交拄外交，迄拢假的。用较粗俗的话叫好笑。就是安尼好，我讲了啊。多谢洪丁老师。我小可来分享吼，拄则迄个肖老师吼，伊讲。阿爸的《陆家荟萃》吼，是伊写的第一篇台文啦。我要分享就是讲，这篇散文吼，是我读的第一篇台文啦吼。因为我迄阵伫迄个联合教会吼，我是联合教会的会友。我会记得有一段时间，联合教会阮就有讲要教台语文，阮真好运，阮请来的老师是单位老师啊，吼，迄阵就是要成立迄个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所以迄阵我会记得特别拢逐礼拜的做礼拜刷，阮就有一寡要学台语文的，就留伫遐，迄个吴医师会对哈密尔顿赛车来甲阮教台语，我会记得一本台湾通信，互阮读一寡散文。我读到的第一篇吼，就是阿爸的《陆家荟萃》啦。我一个读吼，我感觉讲，那有人甲这写遮趣味啦，吼，写遮好，写遮趣味。所以我会使讲，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引起我对台语文的兴趣。所以我以后吼，才会搁继续学这个台语文吼。所以我真感觉真有缘分甲肖老师啊，吼。第二头，我迄个洪丁老师有提起迄个李兴昌
教授李雄忠老师，伊是迄个成功大学有台湾文学系的时阵我想伊是第一任的系主任嘛吼。啊，我是真拄好，因为我是成功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啊，我伫我读化学的时阵，我第一年的时阵拢爱修，固定拢爱修迄个国文的款，伊叫做国文选，啊，迄是必修的。啊，我咧读化学的时阵，来教我教的就是卢雄昌教授啦。所以我伫大学1年的时阵，迄已经差不多这嘛差40几年前的代志，就是迄个卢雄昌老师来教我教册。啊，迄阵吼，伊拢用华语，所以我根本都毋知影讲伊会晓讲台语，伊是台语人。啊，有时阵伊袂当来上课的时阵，伊的太太会代替伊来上课，因为伊的太太嘛是迄个中文系的教授。头我红顶讲是野鸡的教授之一，是无吴达云老师。啊，最近我还听到迄个老南方研究关系的老南方教授甲我讲吼，伊卢雄昌教授就是伊论文的迄个审查委员啦。啊，伊甲伊鼓励足济，吼，就是卢雄昌甲伊鼓励足济。啊，所以伊感觉讲卢雄昌老师就是伊的老师啦。啊，阮台湾通信的编辑组，阮伫2004年的时阵，阮有登去台湾，迄阵登去的人不止遐济，拢登去投票啦。阮逐个登去的时间拢足好算，就是拢是咧总统选举的时阵。啊，阮伫迄个成功大学，其实伫台北迄个理工局基金会嘛有一场，就是海内外台语文的迄个交易会。啊，伫台南有一场，就是伫成功大学，啊，李雄昌教授主持的。啊，迄阵我甲陈瑞、甲陈成孝先生，啊，个叶国基先生，阮拢有去访问李雄昌教授，啊，甲伊做伙对谈。感觉足趣味。我就是大学1年上伊的课，啊，经过第30档，才知影讲原来伊是台语人，伊做讲台语。啊，无拢想讲即个人，无定是迄个。我定是迄个，就是讲华语的，呀，这是我小小的分享，嘿。好，安尼咱现场敢阁有其他的朋友想要分享，也是有问题想要请教迄个肖老师。我想要补充一个。嘿，黄辉老师请。拄则肖老师咧介绍即个头段遐文字内底，其中有一项讲到台语文学有声总刊吼，啊，我补充者，这就是当初差不多1993年的时阵，台湾通信的台湾总联络处有做一系列拢总应该是10几地吼，即个迄当阵的时代是退步的时代啦吼，所以是录音带，就是用迄个。包含肖老师的作品在内啦吼，啊有台语的嘛有客语的，就是诗吼，啊甲散文、小说，就是拢逐块录音带着经一寡的，即马是 CD 啊，迄当阵是录音带就对啦吼，啊迄当阵就是有经即个肖老师即个阿爸的录甲分吹，吼，所以这伊遐写的台语文化有声总刊，应该是记迄当阵迄个录音带，算作是早期的有声册吼，即种用录音带推广的方式啦吼。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我毋知影肖老师还阁有继续咧写无，就是我前几当伫咧马街医学院甲马街护专的时阵，迄当阵有用咱肖老师的几篇即个你家己写你去看目睭啦、看喙齿啊吼，迄几篇有无吼？我感觉写了足详细吼，足深足的吼。我怎有用伫咧迄个马街医学院也是护专的迄个学生，尤其是医学院吼，因为医学院学生较认真要学台语啦吼。护专咧大部分拢还无迄个sense吼，拢佚佗的较济。就是医学院遐的学生对咱肖老师这医学台文即种作品，该有感觉啦。我是讲意思是，若假使毋知影咱即马写几篇啦吼，就是讲其实嘛，咱出遮尔济无多元的类型的作品内底，其实即块吼，是毋是嘛是会当请肖老师佮继续来写，无一定写家己的经验啦，就是讲就是咱的角度去写，应该嘛是会诚好的即种医学台语的教材安尼吼。以上补充。
迄个个视网膜开刀，过来白内障开刀，过来鸡仔目开刀，尤其是视网膜开刀，点外钟，开点外钟。其实头仔放入了目睭内底，我拢看现，我自头甲看到尾，安怎手术？迄是可能有经验的才知影啦，因为目睭是看头前嘛，但是其实头仔伫内底，结果我看会到，迄就是应该是用后壁的视神经去看，即我袂晓解说啦，但是其实头仔入去安怎处理，我看到现。所以我记条条，我转来较紧甲写落记录。过来，迄个白内障开刀嘛共款，白内障开刀，伊时间较短，大概20分钟。其实头仔穿入去，伊有迄个叫做超音波乳化术。其实头仔穿入去了后，开始甲内底目睭珠啊。胶线，一粒变2粒，像咧细胞分裂安尼，一块变做平，2平变做4平，4平变做8平，然后就啊呼气，呼气了后，再搁用另外一种的技头啊，甲扫出来，吸出来内底就啊空，我拢看甲很黏，了后，再甲人工的珠啊穿入去。甲头开了后，则外口迄个细孔仔的空喙，则那就用迄镭射哟，则甲补起来款。经过是超过20分钟，我嘛是自头看到尾。所以后悔讲叫我继续写，我就爱。因为我写迄毋是讲家己编的啦，完全是我看过。这就爱我嘛有迄个勇气，你知道？真侪人去开白内障吼，我讲你有看到？讲行到要死啊！我哪有看到？结果第2遍吼，我第2遍倒类搁去开迄个白内障吼，我嘛想讲要搁写一遍啊，结果干那迄个麻醉的水吼，对目睭一直水，都看无讲医生是安怎来处理。了后我网络才知讲，进步到这个型的。医生咧，然后开刀，然后甲伊隔壁毋是助理迄可能一个40个，特别学这个技术的医生，两个对安怎开讲哪进行，互我心内小啊凝，你知？迄个医生是我足信任的医生啊，结果你甲我开刀，结果你伫遐咱就小咧拍麻凉啊。尾仔我才知讲，当时这手术是电脑控制的，结果我看无到啦，所以我就无写。我若有经验，才搁写。请问老师吼，迄个就是即个手术经验的线文吼，伫倒会当看？可能爱搁为我的迄个叫部落格啦，是我可能我伫我的 LB 内底嘛，可能有藏，我无啥会记啊。多谢肖老师。咱现场的朋友阁有其他的问题？我看红顶举手，你是即摆搁举手，还是头骨无空的？我想要问肖老师一个代志，我拄则听遐尼讲，我感觉有一点恐怖。肖老师是为着要写台语文章，所以伫咧手术的过程特别认真，特别勇敢。你是为台语文牺牲，敢是安尼？无啦，无安尼啦，因为我小牛皮啦，嘛足好闲的啦，好记的啦，对啦。迄较早捌开鸡仔目吼。第1遍开了吼，注麻射开，用迄做电杀刀吼，落烧吼，烧无力吼，结果2礼拜又搁复发啦。第2遍啊，医生要甲开刀的时阵讲，无爱注麻射啦。结果我脚骨的吼，
伊是用迄刀仔开始就一个围甲骨去，我目睭嘛拢紧甲看，看到迄一个隔壁后巴桑看着讲目睭黄咧变咧long。我这是我有较牛皮的所在啦。我若要注射，我拢目睭拢一定爱看伊安怎做。所以我有这种经验安尼吓。头拄仔听到这个经验，我想到陈瑞老师吼，进前嘛捌伫台湾通信看一篇迄个猎户线去手术的代志，变做一首诗啦，迄嘛是足趣味嘿。我看陈瑞老师有举手，嘿，你要讲者无？啊，迄呀，我拄则是要建议，甲这个有关的啦。我要建议吼，就是要建议平地兄啦吼，毋知你已经做过啊未？但是吼。若还未做啦吼，我是建议讲，你过来手术吼，爱做的是这个猎户线这个手术啦，吼，是安怎讲咧？因为你猎户线手术中间咯，你毋免困噶，你拢知影因咧创啥啦，吼，这是我一个建议啦，吼。啊，你若讲其他手术，像讲这个戏啦啥，迄拢爱困啦，吼。无咧，我无咧困咧。吼，啊，第二个手术你会当选的，就是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吼，若去割掉咧吼，伊若手术时你往那毋免困吼，为遮那个卷入去吼，你拢知影咧创啥啦吼，迄个第四筋膜顶管拢吼，拢会当看到吼，这是两个选择啦吼。啊，对来讲，我有写一篇这个猎户线手术我做过啊吼，所以我有写一篇这个。查甫人的日子，嘿，查甫人的日子，甲日子做相像吼。我哪有写落来啊？吼，我过来轮到你啦吼。赶紧啦，小等咧，等较远。我这是好势好势的啦。虽然未过去哦，但是嘛要好势好势啦。期待唔免手术啦。我捌手术来外地啦。哦，迄篇我冇写，迄篇来外地，哦，结果哦，医生嫌我伤厚诶。做的时候我问我这是咧挂什么所在安尼吼？医生讲我写只厚诶啦。谢老师。拄则陈瑞兄是咧讲吼，你爱为台湾牺牲吼，佢迄日子去手术一下吼，啊会当把这个经验写落来。80岁啊你哦，80岁啊卖啊，卖个为着1分钟过来听。安尼真迄个时间差不多吼，我看黄慧老师阁有举手，安尼咱最后一个问题吼，黄慧老师好无？无啦，迄是迄个我甲放落来安尼，我已经放手安尼。我。啊好，黄老师。对，我想想到拄则那听那是毋是肖老师其实啦，以前伫迄个阮严老师的网站有一个大家来讲笑台语笑亏台吼，关键有足侪台语笑亏嘛，内面有一寡肖老师有一寡是你写的对无？对。肖老师其实介心实哦，我感觉肖老师一个乐观佮心实的台语人，啊，佮真有。是正港的台湾人，毋过伊性地就伊就是乐观佮心实，所以肖老师诶台语笑亏啊，笑亏台吼，即种诶嘛，即种相关诶作品吼嘛真赞啊，所以祝肖老师身体勇健食饱哩。多谢大家，多谢肖老师，嘿。啊，咱今仔日迄个时间差不多正式活动到遮，啊后拄吼有讲到即个。专刊的代志30周年，要出版一本专刊，会收录即个肖老师的作品，啊，而且嘛有肖老师的迄个手稿，啊，是毋是会当请即马是敢是系你咧讲，还是迄个地点要来补充者无？啊，大家若买即本册吼，就会看到肖老师的手稿，较完整的手稿，嘿，地点请。好，多谢品质。啊，咱今年台湾通信30档嘛，啊，咱嘛特别有要整理出版一份特刊，啊，嘛希望大家朋友会使来斗支持啦。啊，咱最后咱即马时间剩24天尔，嘿啊，咱即马虽然讲已经达成目标啊，但是咱
咱伊也是想要继续发挥即个台湾通信的精神影响更较侪人来关心台语。好拄则品质有讲到吼，讲咱就是有咱即届台湾通信30档收录的内容上特别的就是咱有咱台湾通信有一半以上的量其实拢是文学作品咱嘛有特别邀请一寡像陈瑞先生也是迄个那日小老师，拢有一寡因当初所写的手稿啦，咱嘛会收录伫即摆的台湾通信30档纪念展卡内底所以大家若有趣味的，拢真欢迎吼，大家会使去买来读，这真值得收藏啦，嘿咱其实咱的目标就是咱希望讲，咱会使继续将台语生团啦。目前无资计划，虽然讲咱已经到即个门槛，但是其实赞助的人嘛才200几个人呢，嘿所以嘛希望讲大家会使斗宣传斗找朋友继续咱希望咱台语未来佫会使佫继续行30档。好，安尼多谢大家。我等下甲迄个咱无资计划连结搭伫即个咱开港区内底大家若有趣味，还是想要了解台湾通信，拢会使点入去看。好，安尼多谢大家，多谢。多谢指定，安尼就请指定甲即个网站搭内边若有趣味的人，欢迎来参考，安尼，咱今仔日正式的活动就先到这，台湾时间可能做晚，若有想要搁继续留来开讲，即个开讲是可以开，可能搁半点钟10几分钟，若要留来继续开讲的，真欢迎。正式的活动就先到这结束，多谢大家参加。剩的时间较自由，大家要开麦克就尽量开，无要紧。我要宣传一个后礼拜的。歹势对，后礼拜活动。重要的是要讲咱伫体制的学校内底，囡仔要受咱的母语，用母语来接受教育。咱请到就是看囡仔唱行台语的路的干部也如来讲特别信函老师来主持，而且佮咱到邀请到一个做过咱台中国校的主任教务主任所以这会做精彩，因为做侪美讲是咱拢毋知的就欢迎大家来参加安尼，多谢。后礼拜六共款即个时间，共款即个迄个开讲室拢其实每一礼拜咱拢有活动，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参加。后礼拜嘛足精彩。搁落去迄个礼拜是迄个台语机器人。朴元，你到伫遮，你敢要小可介绍一下？朴元，朴元伊敢先走啊？走。